要呢個講，要玩呢個講。因為香港就話識自己整動畫，仲開埋手機遊戲公司。Hello，我叫 K 中陳啟宗，作品主要係偏向日式，有少少動漫風格，pop 少少。近幾年啦，會係集中於畫舊香港同埋一啲女生插畫。啱啱出世幾歲，淨係上完一個上晝幼稚園，跟住就翻到屋企，冇乜功課啊嘛，好得閒。嗰陣時好中意睇《聖鬥士星矢》，阿爸就會俾啲牛油紙我，叫我印住嚟畫啦。佢放工就翻嚟睇我畫成點，我就好開心，想去讚我。印完之後，佢每次都話印得幾好喎。久而久之，每次都會印一啲《聖鬥士星矢》，等阿爸放工睇我嘅作品，用牛油紙印得似嘅，但係咧，自己覺得唔應該咁畫噶，譬如一個角色佢畫咗個正面，就睇唔到背面嗰啲盔甲，好唔完整咯。呢個角色印完前邊就會喺隔籬加翻後邊，自己諗嘅就會覺得咁就好完整啦。每次阿爸翻到屋企嘅時候咧，我就好自信咁俾佢睇印咗啊，靚唔靚？你都唔係印嘅，點解阿爸會睇得出我唔係印嘅咧？我要畫到你睇唔出我唔係印，就開始慢慢自己白手擺本漫畫書喺隔籬畫。我諗就係嗰陣時開始練畫同埋畫漫畫插畫嘅契機咯。小學5、6年級定係初中，我好記得同一個同學畫畫，好搞笑。嗰陣時又俾人讚得多啦，不知天高地厚啊！我覺得我就係全班全級畫畫最靚嗰個啦。有一日有個同學佢唔係畫開畫嘅，但係就話其實我都畫得好靚。我哋討論星矢同龍珠，咁我嗰陣時覺得龍珠唔靚喎，啲頭髮硬邦邦，隻眼又奇奇怪怪。我中意星矢圓滑嗰啲線，唔中意啲起角。但係嗰陣時龍珠好 hit，好多男仔都中意。唔係，我覺得龍珠靚啲，大家畫出嚟鬥下咯。每人畫自己一個角色，再俾班上面自己畫嘅同學去投票，邊個票數高邊個贏。我好唔中意照抄畫個角色，所以我就自創咗一個角色，但係都係着住聖衣啊嗰啲啦。畫完覺得贏緊啊，好滿意自己嘅作品。對方就係對住龍珠超級撒亞人嘅悟空臨摹，你臨摹又唔係臨摹得特別似，我就更加有信心。點不知呢？我輸咗嘅。投票班嘅同學都係中意龍珠嗰張多過我嗰張。嗰陣時當頭棒喝，開始睇多啲唔同嘅嘢。我啱啱畢業入嘅都係一間 game 公司嚟嘅，老闆就話我想喺電視上邊賣關於我哋遊戲嘅廣告，用一個動畫嘅形式表達。第一次接觸到動畫，後尾畫咗之後反應好好啦，亦都開始對動畫產生興趣。嗰陣時好中意嘅日本插畫家，好多時都會做埋遊戲人物設定，好向往成為佢哋嗰種級數，自己都好中意做遊戲嘅人物設定。幸運地入咗第一間公司，都有參與到一啲人物設計嘅，做一啲電腦遊戲。隨住電腦遊戲慢慢被 mobile app 取代，就轉咗去另一間手機遊戲公司。但係嗰間公司可以做人物設定嘅工作就少咗好多，因為嗰間公司主要係做現有 IP 遊戲，例如 Hello Kitty 啊，冇可能做到一啲人物設計，多數都係做一啲 UI 啊或者場景。雖然工作都好穩定，但係就覺得冇咗團火，即係都做唔到自己好享受同埋好中意嘅嘢。機緣巧合之下啦，就有一個舊同事去出咗嚟開手機遊戲開發公司，知道我有團火，佢就話不如你搵一個 partner 開公司，自己做自己嘅遊戲，咁咪可以自己設計翻自己人物咯，又自由啲。諗咗一陣就鼓起勇氣試下。咁由於自己開咗呢間公司，工作時間係自由啲啊，相對多咗時間創作。咁有時亦有幸接到唔同嘅 freelance， 就開始有啲 slasher 嘅工作模式，日頭做自己公司嘅遊戲啦，其餘公司冇咁忙嘅時間就會做自己嘅創作或者 freelance。咁你有冇最中意邊一幅畫作或者動畫呢啲作品啊？畫畫嚟講，最中意就係一幅好大嘅 acrylic 作品，150cm 乘150cm， 一個女仔背向住觀眾，後邊嘅都係一啲高樓大廈同埋一啲香港嘅舊建築，但係佢同女仔方向係調轉嘅，有少少反地心吸力。咁裏邊都有我想講一啲信息。咁中意係因為作品包含咗好多第一次畫咁大張手繪作品，第一次我喺展覽度展出，而且亦都係第一次帶出香港去倫敦做一個 artist 嘅聯展，咁所以對我嘅意義係好重要。
背後信息就係現今社會上好多唔同人會講唔同嘅嘢，亦都有好多人會講啊，你呢啲係錯嘅，價值觀係唔啱嘅，我啲先啱。咁其實呢個作品就係話，無論你聽到幾多嘅意見都好啦，要保持翻你自己覺得正確或者想追求嘅一啲嘢，你嗰個心先係真正你嗰個 gravity，就唔好因為個世界不斷咁變，你就跟住去變，要揸緊自己心目中覺得啱嘅信念去追求，先係我心目中活得精彩正確嘅方向。呢幅畫作你係挑戰到150cm 乘150cm，你除咗遇到呢個挑戰之外，會唔會仲有其他困難呢？其實個難處係咁大張嘅作品，要離遠睇翻個作品先知道成個構圖啊係咪 balance。另一個挑戰就係溝顏色，溝切合你心目中所想嘅顏色，要一啲時間或者顏料成本增加。其他作品上邊唔同時期我都會遇到唔同嘅困難。細個就係眼高手低，心目中諗個畫面好靚，但係技術上未達到嗰個程度，就表現唔到出嚟。大個咗，技術成熟咗，困難就轉移咗去諗一啲題材，乜嘢畫出嚟會引起到人嘅共鳴。有好多時自己覺得好嘅作品，但係擺咗喺一啲社交媒體都難以令人哋有共鳴喎，或者有啲就意外地得到好多人嘅共鳴或者讚。咁呢樣嘢都會有啲參考嘅價值。與其話係困難，應該話都係會 keep 住去 study 嘅課題。咁都想做出一啲除咗自己覺得好，希望亦令到其他人覺得好啊，打動到人嘅作品。你有冇特別中意邊一位或者邊一啲 artist 會參考佢哋呢？有兩個我比較中意，都係日本嘅 artist，一個就叫做古河元全，另一個咧就叫做石田徹也。石田徹也就已故嘅一個 artist，佢嘅作品係非常震撼啊，好 impact 到喎。嗰陣時係咪都仲係叫 Art Basel 咧？總之我記得就係喺灣仔會展嘅時候睇到佢嘅真跡，除咗畫嘅尺寸好大之外咧，佢嘅題材我嗰陣時會覺得係好 crazy，好癲，因為佢係一個架空嘅一個想像，但係嗰啲想像點樣去 interact 用人體啦，同一啲機器上嘅 crossover 重構啦，我叫做係，因為佢唔係純粹話一個簡單嘅人，佢有時可能將個人頭攞出嚟啊，或者去同唔同嘅生物結合人嘅 human body，佢成個構圖同埋佢背後嗰個信息係令我覺得哇好 impressive。雖然我唔係畫佢畫風嘅嘢，但係佢去點樣諗嘢啊，或者佢點樣去呈現一個信息，令人哋留下一個好強烈嘅印象，係對我感覺係好大。即係到而家我都好想做出一張令人哋一睇到就會記成世啊，或者係震撼好大嘅一樣嘢。另一個 artist 古河元全好欣賞去畫女仔嗰個用色同筆觸，佢唔係一個畫得好 fine 啊嘅一樣嘢，佢係喺顏色上好 detail 隨心 free drawing 之間嘅一個狀態。我會覺得嗰個呈現嘅狀態啊，用色 color combination 都做得好靚。你有一幅作品 Liberation， 唔知係咪都有靈感係來自石田徹也呢？感覺畫風有少少，可唔可以話似呢？我明啊，其實我會 take 呢個係一個讚賞，因為其實我諗呢幅同我第一次睇到石田徹也老師嘅作品嘅時間都有一段好大嘅距離，但係佢而家嗰個影響力仲喺我心裏邊。聽完你咁講啦，我再睇翻呢幅作品，我諗係有受到佢影響，縱使個風格上邊係比較大唔同都好啦。但係人同埋機械嗰個建構上係有嗰種諗法，我會唔太中意就咁畫一個好普通嘅人，想係個人會唔會可以同我哋現實見到嘅係好唔同呢？甚至乎佢係同一啲零件或者現代嘅產物去融合呢？就好似我呢一張嘅作品上面，我係用咗個插蘇同一個高中嘅女生結合，就用呢兩樣嘢嘅結合去帶出一個中間嘅訊息。掹咗插蘇就代表我終於過完呢個人生啦，我可以登出，就唔需要再受到一啲嘅壓力，真正享受到休息。咁同時呢個表情我諗都有少少受到石田老師影響，中間嗰個表情都係好令我印象深刻。即係點解佢俾人掹咗插蘇嘅時候唔係咁理所當然休息，唔係黑埋眼，而係開眼，想俾人睇完之後覺得有少少違和感，諗一諗背後嗰個意思。確實呢個作品有好多令人發人心醒啦，好多值得思考嘅空間。
語。咁開心嘅，補充少少，插畫就係有嗰種魅力，可能100個人睇，有100種去自我解讀，可能唔同時期去睇嘅時候，都會有唔同嘅領悟咯。呢個都係我想堅持繼續用一張作品去講古仔做插畫嘅動力。咁唔知道你身邊嘅家人朋友支唔支持你創作呢？屋企人唔反對，但係會擔心咯。究竟係咪揾到錢呀？你做呢啲嘢都生活唔到，尤其是香港生活唔容易，咁所以佢哋會擔心。但係慶幸地，佢冇逼我，你快啲打返份工啦咁。咁社會上、媒體上，唔知你有冇聽過一啲反對你嘅聲音，又或者可能好普遍就覺得創作冇用啊？你會點樣克服或者點樣回應佢哋呢？的確係有聽到呢啲聲音，自己都係80年代出世，我有啲朋友都善意地去講，你真係搞唔掂喎，你都有啲年紀啦，都要諗下啲現實問題。以前我會做好啲作品，話俾人哋聽，我啲作品係賺到錢嘅，認同我嘅。但係人大咗啦，覺得唔需要證明啲咩，同人哋爭論。聽到呢啲，我會選擇理解每個人人生都有自己想追求、自己覺得啱嘅嘢，價值觀大家都唔同。有啲人會覺得賺錢好重要，生活好重要，一生就係想有一個安穩嘅日子，享受物質，一年要去好多次旅行，呢啲係佢哋想要嘅嘢。但係我如果已經清楚我自己人生追求嘅嘢唔係 take 嘅，而係 give 嘅，我係想人生上面做到啲嘢可以留得低，感染到人，咁我覺得唔需要太擔心，因為我真心去 enjoy 創作過程同結果。只要知道有人會因為我嘅創作而得到生活嘅動力，少少嘅 inspiration， 呢個先係我真正追求嘅人生目標咯。所以而家唔會太理呢啲類型嘅言語啦。感覺你而家都有一個好好嘅一個創作理念，好想影響到其他人。唔知你會唔會反而放重咗一個諗法，就係我好想呢個係影響到人嘅，係俾人留低或者有啲得着嘅。呢個成為咗你嘅壓力，會唔會覺得創作得好辛苦，一到而家都畫唔好啊，創作好討厭啊，或者令你沮喪？沮喪嚟講咧，因為 social media 咁亦都會開始多咗比較。點解佢哋 like 啊、成就啊咁好啊？點解佢哋齋校畫已經收入得好好？點解我唔係咧？但係而家開始清晰咗，我做創作唔係我被人認同或者影響到人，呢啲係一啲 bonus。但係我覺得更重要係唔好違背自己中意嘅嘢啦。如果係真係中意畫嗰樣嘢，想講嗰個題材就照畫照講出嚟。至於其他人 buy 唔 buy、中唔中意，我反而就會放得好輕，覺得睇完好治癒、受影響，咁會覺得開心係一個 bonus。即使冇啊，都會堅持繼續創作。而家個心態純粹去享受佢就 OK 啦。即係如果以個人創作嚟，當然啦，如果我係開人嘅 job 嘅，就真係會考慮多啲 audience 佢哋想睇到啲咩咧，中意嗰個作品點樣呈現嘅一啲風格。咁呢度兩大種，一個係個人嘅創作啦，一度係同其他人合作方面，唔同作品之間，你會唔會喺唔同方面去揾靈感咧？個人作品嚟計咧，就冇刻意揾某某 artist 睇下先。我係 keep 住 input，都好中意錄 IG 啦，或者會儲起一啲自己覺得好睇嘅 artist 嘅作品做一個 reference。任何嘅 artist 都係一啲我參考嘅對象。有時去做創作嘅時候，可能係純粹生活上腦裏邊突然間出現個畫面，想抒發個人嘅感想，冇特登去考慮。但係如果你話同人哋合作嗰啲咧，會提供好多 reference 俾我，會提供一啲嘅 color scheme 啦，一啲 mood board 現有 artist 嘅一啲風格或者方向啦，話我就想呈現類似感覺嘅嘢，我做呢啲作品就會盡量跟翻提供嘅方向，揾一啲類似嘅 reference， 融合翻自己嘅一啲風格去做作品。咁你創作呢啲作品嘅時候，過程需要花幾耐咧？根據嗰個作品本身嘅類型都好唔同，電繪嘅話就最快1日或者半日就可以搞掂啦，最遲1個星期到都一定搞得到。手繪咧最遲試過1個月先畫到一張 canvas 畫布嘅作品。動畫嚟講，自如好短嘅 loop， 1日啊或者2日都完得到嘅。譬如我之前自發地去做林家謙短動畫仔啦，用咗3-4日左右咯。咁但係如果你話 J 風嗰個14秒嘅 MV 嘅 animation 個 part 咧，由收到劇本畫嗰個分鏡度個 run down 啊，到完成晒擺埋 composing 嘅話咧 ，total 用咗個零月度啦。個劇本係源自於佢嘅，想有個追逐，咁個場景係一個屋頂，跟住有個天橋，大概係咁啦。之後想有一個同貓女嘅一個打鬥場片，佢有附上一啲圖描述，即係譬如話個打鬥係揸刀嘅高中女生服。
咁一啲造型照都有 send，佢嗰個鏡頭點樣去拍，個屋頂係由邊度影去邊，個角度點樣擺，嗰個追逐長短啦，都係我自己可以諗咯。跳招牌嗰度啦，都係自己去加上去，好開心佢哋去接納咗呢個 idea，佢都會覺得跳招牌呢一 part 幾有趣喎，上面啲字佢都冇過問過我，俾好多自由度我嘅，但係佢哋都會有俾一啲意見。最初頭嗰個打鬥戲並唔係而家嗰種呈現嘅畫面，係一個定鏡影個貓女同埋偷地圖嗰個賊咁樣打，咁就完咗啦。導演去睇完之後都會有個意見啊，呢度可唔可以喺透視上做一啲誇張啲嘅表現呢？先衍生咗而家呢個版本14秒個動畫，基本上由開初個 draft 到後期效果啊、上色啊、上線啊，都係我一個人搞晒啦，所以好辛苦。真係好厲害，望住佢每個畫面，佢嘅畫風都係唔同。呢個都係導演一開頭想呈現嘅嘢，因為呢首歌本身就係無限想像嘅，冇一個固定方式，亦都想透過畫風不斷轉換表達呢個信息出嚟咯。我相信導演同埋受眾，包括我哋，都好感受到你喺短短嘅14秒都好表達到咁大嘅想像空間。你都有好多唔同嘅畫風、唔同嘅類型，有啲色彩強烈啲啊，線條強烈啲。唔同畫風、唔同類型之間，你有冇邊一個係最中意嘅呢？唔同嘅時段，自己喜好都有啲唔同。而家呢一刻比較中意草稿同埋好 fine 之間個風格，以前會好中意畫得好 fine、好 detail 啲嘢。譬如電車啊、舊樓、舊香港啊，畫好 detail 嘅嘢咧，時間上、精神上消耗都係大。而家就會比較 enjoy 睇太快，同時好 free flow 嘅風格畫女仔，可能唔係好似以前咁追求哇一條條嘅頭髮都要畫到出嚟啦，簡單啲，用多啲色彩或者筆觸呈現嗰種美態，想係隨意啲、隨心啲，透過草稿同埋 detail 之間揾到一個靚嘅狀態，用一啲唔同嘅角度、誇張呢個角度構圖。因為一來現實上好少可以睇到啲咁嘅畫面，我覺得一幅作品可以呈現喺生活上好少見到嘅畫面係有趣嘅。好多時咁構圖啊，或者咁點樣去畫一個題材嘅時候，都會去諗角度，呢個角度係咪最有趣呢？定係我用一個好平淡嘅角度先去表現到嗰個信息呢？每次我諗作品嘅時候，喺個角度上面都會諗得多少少。我望住 Outside the Prison，令我諗起《盜夢空間》，佢之前都有一幕主角團佢哋當佢喺夢嘅空間入面，啲樓唔單止係水平，都有垂直，都好似有倒塌落嚟嘅嗰種壓迫嘅感覺。係啊，其實我諗，因為嗰陣時我睇到嗰一幕啦，都會覺得係震撼嘅。你平時係唔會見到呢啲嘢，嗰個電影俾我嘅感覺，原來可以咁樣玩嘅。啊，呢種都係之前所講，透過唔同作品俾自己嘅 inspiration。因為呢個作品表達嘅嘢就係樓有機會係困住你嘅牢籠。單純傾下偈，就係係唔知你以前有冇做過啲咩工作咧？你好似有喺畫室工作過。你算唔算係一個音樂人咧？知道你識單簧管？澄清翻先，畫室嗰度咧係我朋友開嘅畫室，澳洲畫室。題外話，如果想學畫嘢，好推薦裏邊嘅老師教得好好嘅。之前我都係想去佢嗰度學畫畫，即係手繪上嘅嘢。而家咧就有時做自己作品都會用咗去一啲嘅地方，自己都唔好意思咁就。而家就多數會喺自己屋企間咗間房做自己作品嘅畫acrylic。另外啦，話啊，我識單簧管。係嘅，我係識單簧管啊，但係就稱唔上音樂人，因為音樂人我覺得要係好全程投入做先可以咁樣叫自己啦。咁我會覺得我自己玩單簧管係一個業餘興趣。不過之前都有出 show，有去過商場做表演，都有去過大會堂做一啲賣票嘅表演。我自己都有玩 band 嘅，最近呢一年就停咗，同 band 嗰度請咗假，就唔得啊，好忙，嚟唔到排練。但係自己有時會喺 studio 練一練。band 嗰個都係單簧管，咁我哋隊 band 就唔係大家諗嗰啲咩吉他啊，我哋叫 wind band 管樂團，唔係管弦樂團，冇弦嘅。我啱啱對 band 嘅一個直觀嘅諗法就係係啦，所以你會覺得點解彈吉他吹單簧管咁奇怪？係啦，所以要澄清翻係 wind band。
咁大家都可明白晒你以都卡 search 下。大會堂買飛嗰啲咧，就係佢哋每年基本上都會 book 一啲場大會堂做周年嘅表演，都會預備一啲曲目，每個禮拜都會有一日去排練。嗰啲表演咧都係公開賣飛嘅，大家都可以支持下啦。其中一隊係叫做 Shiny Wings， 另一隊就叫做 Music Philip Wings， 都係我有玩過嘅一啲樂團。呢兩隊我暫時都係休團，我希望有日可以翻去一齊排練，再喺台上面表演咁咯。你啱啱有講到你係 Honeypus Co-founder， 咁喺入面你係淨係負責美術，定係你會包埋整 BGM 或者其他工作？只有我同埋我 partner 兩個人，我 partner 就係做 programming，我就做美術嘅所有工作同 game design。game design 我就會同我 partner 一齊傾出嚟 ，visual 上嘅嘢就係我負責啦。BGM 嗰啲咧，我哋就係揾日本免費網站，佢哋咧都會 upload 一啲佢哋自己嘅作品啊或者 BGM 上去。如果用家想用嘅話咧，係可以自己自由去 download 啦。但係喺 game 裏邊自己用嘅作品上面要 credit 翻佢哋，呢個就係佢哋唯一用嘅條件。我哋會揾一啲佢哋註明咗係可以免費用 credit 翻佢哋就 OK 嘅 BGM 或者 MP3 先擺入去我哋嘅遊戲上面。好厲害，兩個人擔大旗。唔係，因為我哋做嘅 game 嘅 scale 都唔係好大嘅啫。咁大家有興趣可以去 Honeypus 睇一睇啦。咁暫時淨係出咗2個手機遊戲，打算喺下年睇下會唔會出到第3隻。我哋啱啱講咗好多唔同嘅工作，你最中意嘅係邊一啲呢？只要係畫畫相關嘅工作，我就中意。咁唔知你有啲咩興趣呢？畫畫以外係打籃球，雖然打得唔叻啊，亦都會吹單簧管、睇戲，好中意入戲院睇戲嘅，都會打下手遊俾自己放鬆下。就係因為林家謙插畫 T， 有一期林家謙佢哋嘅團隊就用咗我張畫印衫俾大家網上訂購嘅。我女朋友屋企人訂咗2件衫送俾我女朋友作為生日禮物，佢知道咗之後開心啦，跟住就 tag 畫插畫嗰個 artist 即係我。當我見到 tag 都會撳入去睇下，咁啱見到佢 IG 裏邊都係中意畫畫，咁就開始傾關於畫畫嘅嘢啦。之後就認識咗啦。佢有冇點樣影響你創作呢？佢不斷鼓勵啦，同埋睇到我好多作品嘅時候都會讚我，見到一啲我做得好嘅地方，佢會咁俾一啲信心我，話呢 part 做得好喎，呢 part 好好，令我會更加有信心去做創作咯。佢都俾到一啲唔同嘅意見喺我嘅唔同嘅作品上面，因為佢自己都係有畫下畫啦，中意睇唔同嘅作品，有時係一啲盲點，有啲配色上嘅嘢啊，咁樣嘅手勢係咪好啲啊？尤其是我畫女仔，咁佢會講到話女仔可能會係咁樣着啊，細到講緊眼睫毛，可能冇咁長嘅喎，佢係咁樣樣，會用佢隻眼去影個 reference，眼睫毛應該咁樣我會好啲，講到一啲建設性意見俾我啦。佢一啲自拍好得意，好靚。加埋我會覺得畫完之後可以用嚟氹佢一舉兩得嘅感覺咁樣啦。一啲小禮物可能都想佢開心，所以就畫。咁同時都可以自己 enjoy 去畫畫呢。你有冇特別想合作嘅公司、創作者、artist 或者特別想做嘅 project 呢？呢方面我幾 open， 不論流行文化 gallery 做藝術純創作，我都係 open 合作，而且亦都渴望合作。唔知你有冇啲咩想同創作者講呢？同佢哋講，都同時提醒自己嘅，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好厲害嘅 artist 係同時好努力咁做緊創作，要擺低一個比較嘅心，學識欣賞唔同藝術家創作者嘅作品。縱使你自己睇落不怎麼樣，都學識揾到一啲位，點解佢咁受歡迎？focus 喺佢哋做得好有趣嘅地方，而唔好 focus 喺佢哋做得唔好或者自己做得比佢好嘅地方。比較嘅心係令自己好難進步，同令自己嘅眼界收得好窄。另一樣嘢就係有時可以揀一啲冇信心嘅嘢去做，膽粗粗一股勇氣去試完個得着反而係更加大。透過過程學到練到唔同嘅嘢，發掘到自己一啲更多嘅可能性。咁你有冇啲乜嘢想同大家講呢？歡迎大家 follow 我 IG 啦，可以留一啲 comment 俾我知道我嘅作品喺大家眼中係點樣樣。嚟緊下年可能都會有啲搞作嘅。
大家到時留意下，因為有啲都未公佈得住，睇下會唔會書展見到大家啦，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做到一啲個人展覽。不過呢個就好 firm， 但係如果可以做到嘅話，應該都係下年年尾。咁如果有消息，我都希望可以公佈咁嘅一啲個人展覽嚟嘅。最後都歡迎合作單位，如果覺得我嘅作品合適嘅話，都可以隨便 DM，好期待可以同大家合作。我哋都會期待密切留意你公佈嘅消息㗎。希望大家都會 follow 你嘅 IG 去更加了解 K 沖啦。主 account 咩都會擺上去，生活上嘅嘢，唔同類型嘅作品，齋畫 portrait 嘅一個 account 啦，有 reference 之下淨係畫人像，咁主要都係練一啲觀察力啊，或者物料全部都係架空諗出嚟嘅，冇實際嘅 reference。想講一啲自己嘅古仔啊、信息啊、抒發情感創作嘅作品就會擺喺嗰度咯。Hija 一個自己嘅 IP 角色去營運嘅實驗性 account， 想透過裏邊嘅一啲小古仔啊發展個 IP 咯。手提遊戲開發公司。係要邊個講？下次邊個講？